可以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，將來會放寬到1年。政府話由簽訂主體協議到去年底，CEPA總共為香港創造咗超過54,000個職位，而預計大部分新嘅措施會喺出年1月後實施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大溫報道。7年半之後，同民主黨選聯突破線之後，喺今日會同民協見面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，要中央承諾有真普選係有難度。終極普選聯盟建議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，民協話會支持，不過2012年由民選區議員預選功能議席都有得傾。咁我哋嘅建議就一致。就增加10個嘅區議會議席，2020年咧係全部都係由市民1人1票直選出嚟嘅立法會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啊！好食啊！好食咧！好食！真普選有難度。好唔好食啊？好唔好食啊？中唔中意食啊？呢？爛人喺度對政改方案全部通過唔樂觀，但認為民主派咁考慮先通過特首選舉嘅決議案。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就話唔能夠抹殺功能組別議員嘅貢獻。我相信嚟講啊，今日功能組別專業團體呢，實在係對香港嘅貢獻大。大家研究呢個問題，一定要喺實際嗰度嚟到小心嚟到研究。李嘉誠又話，行政長官以及管治班子為港人長遠利益其實做咗唔少功夫，搞政治嘅人唔應該隨便攻擊佢哋。無線電視記者郭永彤報導。上海世博開幕以嚟首次發現假嘅門票，事發星期3有遊客入閘嘅時候，被警機攔住，發現門票有天橋嘅波浪花紋。上海世博會自月初開幕以嚟已經有600萬人次入場，今次係首次發現假門票。當局又話，發現有人兜售已經無效嘅3次票同7次票。當局提醒遊客，呢類多次票喺最後一次使用嘅時候，會留有押後作弊。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發表任內首份國家安全策略，重點